年以嚟咧，金價累計咧就升咗近70%啦。至於銀價就更加誇張啦，今年累計咧更加係飆升咗超過150%啦。咁而呢兩樣嘢啦，同樣都係錄得1979年以嚟最大嘅全年升幅啊。咁啊，傳奇金融分析師兼暢銷書《貨幣戰爭》嘅作者 Jim Rickards 近日就分享咗佢對貴金屬市場前景嘅睇法啦。佢更加預測啦，2026年黃金同埋白銀將會迎嚟爆炸性嘅表現噃。Jim Rickards 就提到啦，佢對黃金價格可能會升到咧每安士咧1萬蚊美金，咁而白銀嘅價格啦可能會升到200蚊美金啦，一啲都唔意外噃。Jim Rickards 就提到啦，推動貴金屬市場牛市嘅因素咧，主要包括3個方面啦。第一就係各國嘅央行啦持續增持黃金嘅需求，同埋相對停滯嘅供應啊。第二就係啲機構投資者啦，包括主權財務基金同埋咧捐贈基金嘅需求咧，亦都正喺度上升。咁而第三啦就係地緣政治風險啦，令到避險嘅需求增加。關於咧地緣政治因素啦 ，Jim Rickards 都特別提到啊，歐洲試圖接管俄羅斯資產嘅舉動啦，或者係會正面影響黃金嘅需求㗎。解釋咧就話咧，如果你係沙特阿拉伯啊、日本啊、巴西啊，又或者任何啦持有大量美國國債嘅國家啦，你可能都會諗啦，如果萬一美國突然間唔中意我做某件事情會點咧？咁所以可能都會諗啦，應該將部分嘅資產啦分配到黃金上面噃。Jim Rickards 都認為啦，貴金屬未來嘅升勢咧可能會超出大部分投資者嘅預期啊。咁就話咧，紙金屬市場同埋實物金屬市場之間咧係存在一個結構性嘅失衡㗎。紙黃金同埋紙白銀嘅規模啦，相對於實物供應嘅比例咧係高達100:1㗎。咁呢個咧亦都令到啦價格上升係有一個大幅嘅條件喺度㗎。咁仲講到啦，只要啦投資者持續將個合約 roll over 延期嘅話咧，唔需要實物交收嘅，市場咧係可以正常運作。不過佢都提醒啦，一旦實物需求係上升嘅話，情況咧都會即刻改變啦。只要市場上面有一部分人咧係要求實物交收嘅話，咁商品交易所啦同埋託管機構啦就冇辦法提供足夠嘅實物嚟到應付噶咯噃。Jim Rickards 都表示啦，雖然佢之前咧就曾經預測過啦，2026年年底金價咧將會升至5000蚊美金啦，咁但係近期市場嘅走勢咧就令佢重新再評估一次呢個目標啊。佢就話咧，依家咧2026年年底黃金嘅價格咧隨時可能會達到1萬蚊美金一盎司都未定噃。如果大家都中意我呢類型嘅影片，就記得撳 like 同埋 subscribe， 仲有撳埋隔離嘅鐘仔，咁下次有新片咧就會即刻通知你噶啦。我哋下條片見咯噃，拜拜。